港漂人生路不熟，尤其係租樓，唔知道點揀。究竟有乜樓可以揀？香港嘅租樓大致分4種：私人屋苑、洋樓、唐樓，加埋村屋。豪宅就唔係討論之內啦。如果你係啱啱入大學嘅大學生，又搶唔到學生宿舍，預算又比較有限，咁唐樓就係首選啦。雖然樓齡高，又冇 lift， 環境又唔太好，更加冇保安值守，但租金平，近地鐵可以光速去學校，唔使再擔心上堂遲到。知道啦，但係仲慢慢行嘅，點解？唔緊要啦，遲咗睇你都。預算高嘅學生都可以選擇有 lift 嘅洋樓，幫你慳翻啲腳骨力。但如果你係打工仔，最重視嘅係生活素質同配套。大型私人屋苑最適合，因為好多屋苑都有會所同埋健身室，工作後可以去健身室放鬆下。屋苑保安都好負責，安全係數極高。最後，如果你係家庭團聚，家庭成員多嘅，就需要一間更大嘅屋。咁村屋就係唔錯嘅選擇，有天台，有花園，實用空間夠大，養埋寵物都得添。但村屋交通好唔方便，出門好多時都需要揸車，夜晚靜到烏蠅飛過都聽到。總括而言，生活配套、安全、租金係租樓時候需要留意嘅。但如果唔想半夜都有沙沙沙嘅聲音，記得係搬入去之前揾專業人士幫你消滅下蟲蟲，免得新屋變成佢哋嘅家園。